今天前面已经圆满了，广大意乐菩提心方面的发心。那么今天呢，就是第二个方便广大密住之等期，等期是什么意思？等期是发心的意思。我们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等期，等期是这个发心的意思啊。然后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时候给你们先，好，那这个先不管，第二，方便广大密住之等期。如三相灯论云，三相灯论云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那个经中的一些句子。我们修持密法的时候呢，就有许多的方便的意思，亦不眠，不难方便多，是为立上根骨，即生秘密乘。如此说，此秘密金刚乘有许多入门之道，也有众多积累资粮之方便，不需很大的苦心，而就有正果的甚深方便，即根本主要与依赖于展办欲念，如诵吟诸法及缘故，住于意乐上。因此我们要好，那这个以上呢，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方便广大密住之等期，这个呢就是我们发心的方面。我们接触在密宗金刚乘的过程是，因为密法是高智慧智，我们所有的修行者分为三种智慧的话，上根起、中根起、下根起，以这种三种的智慧的区别的方面来说了，这呢就是上根起之接触的。我刚刚前面也讲过，所谓你们的智慧是什么？不是小聪明，不是实践你就学什么的时候会什么那种，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修行方面来说了，这并不是说是时间的聪明。谁有善心，谁有真正的想要得到解脱的一个这样的心，这就是智慧。所以我们修这个密宗的金刚乘的时候，它方便多。它的方便来说到，就是有许多的方法，入门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入法门的方法多，然后修持的方法也多，不需要经过太长时间跟太多的口修而能够可以成佛的一个这样的法门。很多的烦恼没有断除的情况下，以烦恼跟智慧一起修持，一切烦恼把它转成为智慧，转成为智慧而修持的一个这样的方式。所谓的贪嗔痴，慢意，以这种无毒的烦恼，从小乘的修持来说的，都必须得要断除，才能够可以获得罗汉果位，以这么一个道理。但是修持密宗的这个金刚乘的时候呢，这些并不是说是完完全全你全部彻底断除才能成佛，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也有更殊胜的方式。修持的过程当中，当然就不能有贪嗔，不能有嗔恨心，但是它这个转变的方式就是很多。在小乘的时候必须得要断除，就是强迫的断除；在密法的时候，它必须得要可以用起来，把它利用起来，把它转成为能够可以在增加智慧感、增加慈悲心、增加菩提心的资粮把它代用起来，能够就转成这样的，这就是密法的特殊的这些方面。所以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菩提心跟慈悲心、出离心。那么比如说我们接触了密法，那么开始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三种信心是必须得要有的。第一个，对
这个法跟传承上师，这个信心是必须得要有完完全全，就是4种信心当中有不退转的信心。自从产生了信心以后，再也不要退转。那么这个能做得到吗？当然很难，很难的话怎么办呢？这就是要修行。所谓的修，努力过程是什么？你一开始能够可以产生一个信心是非常不容易的。六道中的这么多的众生都没有办法接触佛法是什么？没有办法产生信心，没有智慧。地狱中的众生是今生都是感受很热的痛苦，所以没有任何时间跟空隙可以修持。恶鬼一样饥饿的痛苦没有。那么在人类众生来说的话，也是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跟我们区别在什么？他们没有办法产生信心，没有办法产生兴趣。不然法本来就是没有主人的，谁修谁都可以能得到，谁都可以修，但是区别在哪里？他没有办法产生信心。如果是能产生信心的话，谁都可以修啊。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能够产生了信心以后，那维护方面必须得要努力。所以我们在经过6度般若蜜的修持，相当就是为什么要做布施，为什么要守戒，为什么要忍辱，为什么要修这个怎么说呢？精进心来修持这些，为什么要有禅定，为什么要有智慧？这些都是智慧是结果。在我们前面这个6度当中的，在这个5度都圆满的时候，在最后才是智慧。所以相当就是这些都是维持，就修行的难就是这里。所以就很简单的讲的话，3种信心是什么？第一个法上师，还有对自己，对传承必须得要一个信心是什么？因为这个法是非常殊胜。过去在这个传承的上师里面呢，所有的传承上师都是一个一个都是如同佛一样，如同菩萨一样的成就者。这些来说的话，就如果是真正只是想一下这样停下，没有办法相信的情况下，你可以努力的去看这些传承上师们的列传，一个一个的去看，都是事实的情况，都是一个一个都是佛菩萨。那么他们都依靠这个法能可以成就的情况下，我为何不成就呢？有这样去想啊。那么在传承上师他的传承，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传承都是在如理如法的，而且是每一个传承上师，历代的传承上师们一一的传下来的，传承中间没有这个中断，而且是传承上师跟上师之间的这个戒律各个方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违反，没有任何的破坏的情况下，完完全全的可以相信的。那么自己跟上师之间的戒律这些方面来说到，有没有违反，有没有破坏，有没有对上师起那个邪见，这都是不用去问人家，只是问自己心里面，自己有没有对上师产生过烦恼，对上师有没有产生过邪见。如果有的话，就是赶快要忏悔。修持密法是什么？必须得要有静观心，主要是有清净观啊。清净观是什么呢？清净观是什么？不能对上师也好，对法也好，对自己也好，不能是用这种反复的这种看待，就是要有一个很清净的这种想法。所以这个清净观的方面来说的，后面会讲到的。然后这个法是可以相信的。然后第二个上师方面，第三个自己为什么要有相信？因为知道自己也是佛，不要以为自己是众生。当然现在自己是众生，但是我们本身都是佛，众生本为佛啊。但是我们短时间里也可以这么讲，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众生。原因是什么呢？因无明产生了烦恼，所以我们就是在轮回的苦海当中。那么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业障都清净了，那我们还是一样的佛。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是佛？本来都是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的本身的这个本性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普贤王如来跟我们之间的这个本性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一切诸佛菩萨跟我们的本性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可以成佛的。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可以成佛的基础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成佛。所以这三种是必须得要相信的。因此传法之处和上师等不能观为平庸无尽的显现。那么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就是要静观的方面就要讲解，所以注意的听啊，仔细的看，然后以明观五种圆满而听闻。五种圆满是什么？我们就下面会先念这个，即明观住处圆满为密远八戒功。密远八戒功是普贤王如来的净土，可以这么认为你们大概就是知道这样的就可以。本师圆满为法身普贤王如来。我们佛有法身佛、宝生佛、化身佛，有这种三种的怎么说呢？分别里面呢，就普贤王如来是法身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是本来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佛没有成佛之前，第一个成佛的佛就是法身普贤王如来。那么普贤王如来他是怎么成佛的呢？他就没有轮回过，直接认出他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不需要再也轮回了同时看到了很多众生的轮回所以他就发愿了，然后就有本身他自己本身不外的很多的这个眷属，就是一切的诸佛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除了他以外的一切佛都是先轮回，最后再修持成佛的，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所以另一个说法就是没有上师的情况下不会有佛的存在。这个意思来说呢，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所有的佛先轮回然后从一个众生的怎么说呢提上修持而成佛的，这些都是必须得要依靠上师，依靠修持才最后成佛的。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能成佛的原因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课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我们在这个讲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以为是在人间的一个娑婆世界的一个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怎么说呢？泥土石头就是有这种怎么说呢？不清净的，也这种一种世界，必须得要观想成为佛菩萨的净土这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圆满，就是讲法的这个智处在我们讲法的地点，讲法的这个场所，就不能观想成为一个普通的物质，必须得要观想成为佛的净土。所以我们就观想成为那个怎么说呢密远八戒功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讲法的上师，就是佛圆满。佛圆满本师圆满为法身普贤王如来。那么第三个是眷属，自己就是听课的人。那么眷属圆满为如来密意传承，知名表示传的永世永母及南牛本尊之自信。那么这个意思来说到，就是我们在这个佛法是有三种的传承方式，就是如来密意传、知名表示传，然后普特伽罗苦二相传的。就像苦二相传，我们在人类一个人在嘴里念，一个人在听经，在耳朵里面，这种就是苦二相传。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传承方式。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呢，我们要因为法圆满是普贤王如来，所以我们眷属圆满呢，就是在如来密意传跟持名表示传传承当中的永世永母。永世永母的是什么意思？永世这里就是要提到一个永世用词，上面就是讲一个永世，这个是意思是什么？菩萨的意思。菩萨就是男性菩萨跟女性菩萨，
菩萨为什么成为勇士？勇士跟菩萨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是相当勇士，就是在相当战场上的那种不怕死的，能够可以杀很多敌人的那种英雄，也我们讲勇士，对吧？但是在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勇士是菩萨，菩萨呢为一切众生度化一切众生，自己不怕牺牲，也可以这么讲，自己就不怕苦不怕累。就像观音菩萨没有度化六道众生之前，他都不怕轮回的痛苦，轮回的这种苦，所以他不要成佛，在菩萨的国位，他要度化一切众生，以这样的发愿。那么这样的一个发愿的心量广大的这种怎么说呢？菩萨叫勇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听课的所有的信众都是菩萨，所以菩萨这个后面就是有男女本尊之自性，所以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自性是什么？本性。本性是什么？本性我们本身就是佛，只是我们暂时的业力说把这个原有的这个本性就是盖住了。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晶球，它本身就是一个透明的，非常透明的，但这个上面我们上了很多的油漆的话，它的这个里面的透明是看不到的，所以谁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水晶球，上面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油漆一道一道的上去的情况下，像比如说5种颜色的，先上一个灰色，再上一个白色，再上一个黑色，再上一个红色，再上一个蓝色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看来就是一个蓝色的球。那这是什么球？那就是叫蓝色的一个球，那连是不是玻璃都不知道，连是不是水晶谁都不知道。但这些油漆一个一个的挂起来的是挂完了以后呢，它就是一个水晶球，是很透明的。但是在油漆的已经上好油漆的过程当中，它里面本身的这个水晶有没有变化过？它的透明有没有变化过？它本身的这个材质有没有变化过？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们本身的本性是从来没有变化过的，到现在也一样，我们的本性是存在的。等以后我们把所有的业障都消了以后，只是会看得到而已。但是就像这个水晶透明的部分，就是更加的这种怎么说呢？体现出而已，但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本性来说的，就我们造业它也不会变小，我们修善它也不会变大，它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们本来的那个所讲的就是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所以就无始无生无来无去，就这种没有任何变化的本身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本性。因此我们有本性是佛性，我们是这个是佛，所以我们可以成佛。为什么成佛？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上面的很多的这个油漆我们必须得要擦干净，擦干净以后里面的水晶本身是清净的，本身是透明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透明的东西要看得出来，所以就把这个上面的这些脏的东西把它洗干净。那这就是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洗那些油漆的话，就各种方式去洗。你用一个很软的一个毛巾去擦的话，那就擦很长时间才可以到最后擦了很长时间的时候呢，也许可能最后把这些所有的油漆都抹干净了，来透明出来那就像在小乘佛的修持一样。那你用一些就是比毛巾更好一点的东西去擦的话，那就它也一样的会透明，但是时间比前面更快一些。那你如果是用一个特殊药品，就是喷一下或者擦一下，马上就会透明出来，这就是密法的方法一样。所以就这些修持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就这些方面来说的，我们要知道但是都发心要一样，一定要成佛，所以就要修，而且知道要成佛。像比如说3种方式，用一个很软的那种毛巾来擦这个水晶球的话，他也知道里面是水晶，我擦，总有一天会擦干净。用其他的药水去喷，
特殊方法，但他也知道里面本身就是水晶，可以擦干净。首先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会成佛。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哎呀，去学一些，听一听，哎呀，佛教好玩啊，去看一下，研究一下，了解一下，那意义就并不是很大。当然，很多没有特别的去相信佛法的，只是想要研究的，或者是一些研究其他的事情，像比如说医学、科学心理学等等这些，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研究心理学所以侧面的顺便去看一下宗教里面说了什么看佛教里面说了什么。那这样的态度跟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真正的在修行的人。那我们真正的修行的人，我们要有的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就信心、发心、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是得不到的。如果是想要研究心理学的人，他去看一下宗教，或者是研究科学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研究这个怎么说呢？对这个的看法是什么？他佛陀对量子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就这样去想，他就可以学，他就是不需要菩提心，而且结果也不一样。他只是知道佛陀说过什么，但是对他的心理，他马上就能够可以产生菩提心吗？能够可以马上产生出离心吗？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必须得要起心动念是很重要。前面所讲的就是本期，就是我们就是在任何时间都是我们起心动念是很重要的。那前面也是有讲，我们一切的法都是有转变一念这个。或者是很殊胜的功德，或者是比较弱小的一个怎么说？做了一点点，你哪怕1秒钟的一个打坐，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发心不正确的情况下，你就是修1年的这个法闭关怎么说呢？多少年都不一定会有法的，所以发心是非常重要。自本作人着